香港嘅肥胖嘅情況咧，其實係好普遍。衛生署咧喺2020至到2022嘅人口健康調查咧，其實都發現咧有成22% 嘅人咧係超重，有32.6% 嘅人咧係肥胖。咁同埋咧係唔同嘅年齡咧都有唔同嘅情況嘅。當然啦，我哋睇到咧，如果係肥胖咧，就唔係話淨係你個磅數嘅問題啦嚇，亦都係有你嗰個中央肥胖嚇個腰圍嗰個問題。咁好多時咧，我哋點樣樣去評估肥胖咧？我哋都會睇咧就係 BMI 啦。咁 BMI 咧係一個對於肥胖啊，或者係你有冇超重嘅一個標準嚟嘅。咁其實如果香港嘅成年人嘅標準咧，如果你係正常咧，就係23之下啦。如果你係23至到25咧，都會係超重。而如果你係肥胖嘅話咧，就你嘅 BMI 咧係超過咧係25嘅。咁除咗睇 BMI 之外咧，就係中央肥胖亦都係好關鍵嘅。即使你個 BMI 係正常，但係咧你嘅腹部脂肪咧，如果係過多咧，都會咧係增加風險嘅。咁所以咧，亦都係要用腰圍啊、腰臀嘅比界定啊等等呢啲咧，就去度一度睇一睇咧，其實你嘅即係腰圍同埋咧係個臀圍。計一計數嗰個情況係點？咁如果係男性嘅腰圍係多過90個 cm， 女性嘅腰圍係多過80個 cm 嘅話咧，呢個咧大家都係要注意啦。咁而肥胖咧係影響嘅身體嘅情況咧係都好多嘅，例如心血管嘅代謝啊、脂肪肝啊、內分泌嘅一啲嘅問題啊、關節嘅問題啊。睡眠窒息症啊，同埋咧多種癌症嘅風險咧都有嘅。咁如果大家都發現自己嘅 BMI 係高嘅話，咁其實點算咧？咁其實一個黃金嘅策略咧，就主要咧係兩方面嘅。一方面咧係飲食，另外一方面咧係運動。咁都一定咧係要雙管齊下先至OK 嘅。因為咧如果淨係靠飲食嘅話咧，都會有反彈啦，同埋咧個肌肉亦都會有機會流失嘅。如果唔做運動，但係如果淨係靠做運動咧，個消耗咧亦都係有限，亦都唔係好容易堅持落去嘅。咁所以咧都要自己要定一個目標，喺呢個雙管齊下飲食同埋運動咧嘅情況咧係要有計劃，同埋咧定期咧都要評估下自己，同埋咧係有監測嘅。咁而健康咧，世衛咧其實就建議每星期咧就有150分鐘嘅中等強度，或者係75分鐘嘅劇烈嘅運動嚇。咁由少量開始嚇，咁逐步增加。咁希望咧可以咧用一啲生活化嘅方式去做。好多時咧香港人都係好忙嘅，成日咧都會覺得好攰啊，或者係冇時間做運動。咁但係咧我都建議大家咧可以咧係有一啲叫做零時間運動，即係呢個咧係點樣令到你係更加生活化，將你生活入邊做開嘅嘢，然之後咧係加插一啲運動嘅元素，例如食完飯嚇咁行下唔好行搭 lift 啊，行樓梯啊，又或者係搭巴士做一個站落，然之後行翻你翻工嘅地方啊等等咁樣。咁亦都係喺我而家咧亦都係有一個計劃咧，係亦都係賽馬會支持啦嚇，係去喺3個區喺南區啦、黃大仙區啦，同埋咧係西貢區咧，係去招募一啲咧係有體重問題嘅人士咧，係幫佢咧係點樣樣咧係減低佢嗰個體重嘅。咁當然呢個都係對於個健康係有好處啦嚇，亦都咧係由護士主導，係用一個個性化嘅一個模式，亦都會用一啲方法咧係好似我剛才所講啦，嗰兩方面咧就係從一個飲食同埋咧係運動呢兩方面咧去支持大家去做好呢個體重管理嘅工作嘅。咁希望大家都係一步一步咁樣開始啦，但係最緊要咧就係踏出第一步由第一餐或者係第一次散步開始。咁希望咧見到大家咧都可以咧係控制好自己嘅體重，咁身體同埋精神咧都係一齊變好。